小凡，好久不见。金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探望故人，顺便给你带些吃的。离开于都之后，我就去了合欢派的旧地逍遥涧。后来接到了鬼王的鬼王令，召我前来。见到碧瑶之后，我才知道你在这儿。又被鬼王抓了，真的是给师门丢脸。来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小凡，你在于都城中仗义相助，护我姐妹周全，我感激于心。今日我并非来做鬼王的说客，我只是想劝你认真考虑一下，要不要留下来。鬼王有惜才之念，碧瑶又待你情深意重，再反观正派李寻等人，俱是些虚伪自私、嚣张跋扈之辈，回去又有什么意思呢？还不如留下来，更快意恩仇，逍遥自在一些。是啊，金姑娘，若这件事换作是鲸羽的话，你觉得他会背叛师门吗？自然不会。他最近怎样？是否来了流波山？鲸羽被你们魔教设计，身中受刑，已经被师门囚禁。怎会如此？鲸羽遭到师门重罚，被废去了修为。我一定要帮我这个兄弟查清原委，还他清白。试问，我又怎能负他背叛青云呢？既然正派都到这儿来了，便需在此地将他们一网打尽，顺便收走魁牛。如今青云、焚香与天音三大派高手齐聚于此。只怕实力强劲，难以一举拿下。无妨。昨日秦公子献计，我与宗主已经研究出一个万全之策，此次定可将青云众派一网打尽。青楼，你与金瓶儿配合秦无言准备陷阱，伺机行事。这陷阱该如何布置？还请鬼王明示。你只需听秦无言吩咐行事即可。有机，你和我带同碧瑶一起偷袭正派弟子。先生，还是由您负责用伏龙鼎收走魁牛。是。于都之事，无言只是奉命而为。我以茶代酒，还望妙公子原谅。不敢不敢。我可没有毒公子诡计多端、笑里藏刀的本事。我合欢派只是接了鬼王令，听从鬼王调遣而已。我也没有妙公子八面玲珑、巧舌如簧的能耐。听闻你一来就去见了张小凡，当真是正魔通吃啊！好了好了，数百年来我派内斗不休，才遭正派欺压。你们一个毒公子，一个妙公子，应当不计前嫌。携手抗敌，而如今宗主想重振教大业，否则我们仍是一盘散沙，最终一事无成。大哥放心，无言分得清轻重，定会跟金姑娘通力合作的。碧瑶。你们布设的陷阱如何？需要我帮忙吗？不必了，你爹把任务交给我，我自会全力以赴，不负所托。是吗？那你们打算将他们如何？一网打尽，还是全军覆没？碧瑶，你是在怜悯他们吗？难道你忘了，
我们门派数百年来遭受正派欺压的怨恨吗？你忘了当年胡岐山枉死的那些英灵了吗？我没忘。你不杀他们，他们就会来杀你。圣使教训的是，那你就和秦无言好好布置吧。碧瑶被张小凡影响太多了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之前我跟了她一路，没少吃苦头。她是鬼王之女，从小被你们捧着护着长大。就她那任意妄为的骄纵性子，哪怕最后真的跟张小凡在一起了，他们两人也是不会长久的。碧瑶打小性情倔强，又有自己的主见。如果你真的想讨她的欢心，你就别跟她硬碰。不过，就连她失忆的时候，你都未能打动她。现在更是不行了，你错失机会了。小池镇那会儿，我是不想趁人之危，而非不能。否则，也没什么意思了。秦无言是在故意惹你生气，所以倒也不必理他。我才不会和他一般见识呢，我担心的是别的事。我已经见过张小凡了。鬼王既没有捆绑于他，又准我探望，所以不必担心。就是因为我们囚禁了他，我才十分烦恼。如果我爹的计划成功了，如果我们杀死了他的师父，就算带小凡回去又有什么用呢？以他的性格，他一定会恨我一辈子的。你想与他在一起，这样的局面你早该料到。那我宁可不跟他在一起，我也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静姐姐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怎么样？你们去魔教那边打听到小凡的消息了吗？别提了，师妹，半道上碰着了焚香谷的弟子，去魔教探查的。哎，我们本是好意说要帮忙的，可一听咱们要找小凡，立马吹胡子瞪眼，不让我们跟着。哎，说什么小凡与魔教勾结，怕我们同门师兄弟串通一气，背后再给他们一刀，我们差点没跟他们打起来。哼，这帮焚香谷的人造起谣来简直是没完了。下次要是让我遇见，肯定要好好教训他们一番。没错。倘若他们不是在造谣呢？老六，你是不是傻了？你说什么呢？你们也不是不知道，小凡他极重情义，别人对他好一分，他便十分的回报。怕就怕他跟那个妖女真的有情。那不可能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小凡喜欢的是咱们小师妹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其实也不算是胡说。师妹，你还记得上次的七脉会武吗？当时你赢了通天峰的申师兄。小凡看你的那个眼神，仿佛天地间就只有你一个人。我想，这就算是喜欢吧。师姐，你能不能不跟齐师兄见面？我不喜欢你跟齐师兄在一起，我不会撒谎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不可能，小凡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，我们就好像姐弟一样，而且我跟齐师兄的事情，他还跟我爹求情呢，怎么可能喜欢我？你们肯定是误会了。误会什么呀？师父，爹，没什么。师父，有小凡的消息吗？是啊，师父，师妹她都急死了。我已经得到了消息，有一批魔教的妖人，现正在赶往西边的山谷。如此异动，必有缘由。你们两个分头去打探一下消息。是。那徒儿先行告辞。灵儿，爹，老七下山的时候，已经都放下了。爹知道，你喜欢齐昊，那些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过去，否则，只能是徒增困扰，彼此尴尬。
其实我一直都拿小凡当弟弟的，只怪我以前太笨了，看不到师弟伤心难过，害他受了不少委屈。以后我一定要对小凡好一点。是我，师妹。师妹，师姐，宋师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还不是见你一个人绕到魔教后方查探，担心你，我就跟宋师兄跟了过来。鬼王宗戒备森严，贸然前往太过凶险，咱们还是先回去禀报师父，容后再设法救张师弟吧。是啊，师妹，我相信小凡，他不会向魔教屈服的。宋师兄，我也相信小凡，但他在魔教多待一日，就多一分危险，更会遭到同道非议，所以必须在魔教动手之前把他救出来。分头找。好，走。师妹，我逼问过魔教弟子，他说小凡就是被关在这儿啊。看这情形，小凡好像已经被救走了。奇怪，这里虽然戒备森严，但我们却轻而易举地进来，也没有高手阻拦，人都去哪里了？再过去就是你们的地方了，一路保重。谢谢，保重，保重。早知道碧瑶会让金瓶儿放了你。你跟秦无言堵在路上，就是等我落单了以后，再把我带回去。你们累不累？谁让宗主欣赏你，碧瑶喜欢你呢？累也没辙。你重伤未愈，咱们就不出手了。请吧。别废话了。小凡，你就是那个魔教妖女？小凡，去！休杀我师弟！别杀他！
鬼王，百年未见，剑伤可好？托你徒弟的福，若不是他采下了青云仙草，我这多年的旧伤难愈。原来这小子与魔教早有勾结。田兄，你们青云不似别的门派，歪瓜裂枣，青年才俊涌现。我愿与你们大竹峰修琴瑟之好。先将看好的女婿给你送回来。此战结束之后，张小凡也跑不了，他答应了，要再回鬼王宗来。就烦请田兄，先替我照顾好他。承让。走。师傅，你们俩闭嘴！若是之前你所言属实，那为什么来到流波山之后，又与魔教纠缠不清啊？爹，师弟是被抓走的，这不能怪他。是啊，师傅，您别生气了，都怪那伙焚香谷的人。合着他们将师弟当作人质，才让师弟落入敌手啊！那咱们都误会那魔女了，她冲上前是为了保护小凡。既然已是鬼王的乘龙快婿，那现在马上就给我滚！说话呀！怎么又不说话了？你们看看他这……师傅，您别生气。又闷葫芦了？不说是吧？行，那为师我说，咱们这定海庄、于都城之事也就罢了啊。当时情形危急，为师呢也没什么可说的。你是变通了一些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方才那种情况，为什么要护着那个妖女？师傅，碧瑶她不是坏人，她数次救弟子于危难。而且他现在也在试图说服他爹，让这魔不再起纷争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师父，您的教诲，小凡不敢忘。苦海无边，尚且回头是岸；放下屠刀，尚且立地成佛。碧瑶这一生未曾做过任何伤天害理之事，我们作为正教弟子，岂能不分青红皂白就下杀手呢？师兄，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维护魔教的朱雀圣石？幼姬从未伤害过他人，我等身为正教弟子，岂能不问缘由，就下杀手呢？师父，小凡伤势未愈，又连夜逃离魔教，我想他……哦，他一定是太疲惫，所以有点犯糊涂了。对，师父。我看你是装糊涂吧。把他先扶起来。好。谢师兄。上官兄来此，不知有何指教？自然是为了玄火剑的事。我与张小凡当面对质。
玄火箭一事，我已经问过小凡了。鬼王之女在夺你们玄火箭之前，小凡跟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是吗？那在黑石洞，他为什么要庇护狐妖，与我焚香谷为敌呢？上官兄，恐怕是你误会了吧？张小凡去黑石洞是为了救曾叔叔跟周小环，他一个做小辈的，不认识上官兄，恐怕把你误视为妖狐同党了吧？哎，上官兄，刚才我坐在这儿，还奇怪呢。上官兄，你作为焚香谷的长老，怎么居然连2个妖狐都收拾不了啊？还要拿这些弟子出气？上官兄，气糊涂了吧？你们师徒狼狈为奸，徇私护短，你这也配称为正教吗？你们罔顾同道，劫持我师弟在先，还有脸上门叫嚣，简直厚颜无耻！你师妹说得好。好了，都闭嘴！田师兄，你这明摆着是要护短呢，那我不得不提醒你，将来你的弟子成了鬼王宗的人，你可要小心，他从背后一剑要了你的命。不管张小凡如何，这都是我青云门中的家事，轮不到外人来管。不送。你既然放他走，为什么要跟过去？你不知道那危险吗？爹，我不知道是谁放他走的，我只是担心他才跟过去的。担心不是该去关他的地方吗？何必去山坡之上？爹，你刚才说什么鬼话呢？什么修琴瑟之好？那不过是个反间计。不管怎么说，张小帆也是青云出身，我不可能让他娶我女儿的。爹，那你不是陷他于欺师灭祖之地吗？我给过他机会，是他自己执迷不悟。碧瑶，你是鬼王宗的少主，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。宗主，无言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如今炼血堂早已式微，长生堂不成气候，合欢派近乎隐退，唯有万毒门与鬼王宗成为各派正宗。我师父毒神素来对您推崇备至，而无言也早在数年前便从青龙大哥口中知晓碧瑶，爱慕许久，想向鬼王宗提亲。若宗主首肯，我当照看好碧瑶，护她一世周全。而且，万毒门与鬼王宗从此结为生死同盟，守望相助，振兴大业。秦无言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当看宗主的意思。碧瑶，相比张小凡，你我同为总坛弟子，门第相当，我是真心的。我不管你真心还假意，再敢胡说八道，我杀了你！碧瑶娘亲早逝，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听从女儿的心意。若她愿意，自无不可。只是看你目前的状况，仿佛还相差甚远。来日方长，无言定会努力争取。我们到此是为了共同对付魔教大敌，咱不能为了置一时之气，仓促离开吗？是啊，上官兄暂且息怒。等我回到青云，一定禀明掌门师兄，要给你们焚香谷一个交代。我们现在当以大局为重，要一起共御强敌呀！我不是个是非不分的人，只是田不易如此包庇徒弟，实在令人忍无可忍。是啊，这张小凡的确是触犯了门规，我和田师弟也商量过了，我们会将他暂且收押的。这依我之见呢，
张小凡跟鬼王宗应该没有多大牵连，不然他也不会回来。我可提醒二位，咱们可不能中了魔教的反间计。鬼王都要把他当做女婿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哎，这话是怎么说的？鬼王分明是在挑拨，连这层蹊跷都听不出来，那这个人就是个傻子。你说什么？好，天师弟，注意你的言行。上官兄啊，这张小凡我们已经暂时把他收押起来了，等此战过后，我们必定严加处置。我们青云处事从来都是公正的。这次有水月师妹跟着前来，是做个见证。我相信不会有人再徇私包庇，损害我们青云门的清誉的。你说是不是啊，天师弟？凡事都要讲证据，要以理服人。今日能救出张小凡，以至于对方没有拿咱们的弟子做人质，就已经是很有收获了。你们大家听见了吧？现在连魔教都不屑用。怕我们受伤。师姐，大竹峰现在怎么样了？除了你下山之后，每天都要吃六师兄做的超级难吃的饭以外，其他一切都好。放心吧，我很快就回去给你们做饭吃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小凡，你跟那个鬼王之女，不会是真的吧？我从不做有愧于心的事情。师姐，你要相信我。我当然是相信你的，可是爹也是为你好。我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只有2个人是真心真意、不计一切代价对我好的。一个是师父，另一个是……谁呀？当然是你师姐我了。当然了，还有师娘和各位师兄，哦，还有鲸宇和小叔叔呢。算你识趣儿。哎，小凡，你下山真的成长了不少，变得很沉稳了。人总要长大的嘛，还要学会去面对更多的人和事。是啊，你倒是长大了，可是我却什么都没有变。师姐，能不变是一种福气吧，对不对？师姐，
你现在跟7号师兄还好吗？挺好的。而且，自从萧师兄回来以后，青云大小事务都由他来掌管，所以齐师兄有很多时间来陪我。哦，对了，他还说，等你回来以后，要当面好好的谢谢你，谢谢你当日为我们向爹求情。不用这么客气，都是一家人。小辉呢？小辉怎么样？他呀，几天住大竹峰，几天住黑竹林，自在着呢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去后山探望过鲸羽，他已经得了世伯的真传，正在洗髓重修，很快就可以恢复了。太好了。小凡，家里一切都好，就差你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等我们回了大竹峰，我们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，每天练练功法，做很多很多好吃的。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了，好不好？张小凡逃离，我们原定的计划都已经被打乱了。设伏一事，须得从长计议。还好我留有后手布置，事到如今，只能先启用那枚棋子了。碧瑶用情太深，我只怕他那里还有变数。碧瑶虽然一心向着张小凡，但紧要关头，应该还是知道轻重的。宗主真的要答应万毒门的联姻吗？秦无言只是两面修好而已。一方面，他是借着万毒门毒神弟子的身份前来获取信任；另一边，因未曾获取天书，恐怕会受到毒神的重罚。一旦成为鬼王宗的女婿，毒神便会投鼠忌器而已。既然你早已看出他的意图，为何还要留着他？还有他用。况且他对碧瑶也并不会不利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就不再担心了。青龙为何不在？我已经派他去联络那人了。明晚按计划行事，但必须留下张小凡性命。肚子饿不饿？小凡。大师兄、三师兄，咱们来打个赌，小凡是想先睡觉还是想先洗澡，都可以下桌啊！好，行，没问题啊！停，还有没有同情心啦？不要欺负他行吗？我们没欺负他呀。是啊，我是你师姐田灵儿。天地间浩然正气长存，若想入我门下，一定是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白药吃了吧？啊！好吃。办完事早点回来。这里面可是有咱们大师兄的老婆本呢。你回来的时候记得带礼物啊，说不定大师兄和小师妹都成亲了呢。家里一切都好，就差你了。我不能辜负师父、师娘、师兄、灵儿师姐。
老七睡了吧？应该睡了吧。可别再乱跑了。再跑到魔教的地界儿，我就真的没办法救他了。哎呀，爹，人家不是刚被放回来吗？好了，都早点歇着吧。不可再优柔寡断，不能再让师父操心，给师门添麻烦了。碧瑶。只有这样，你才可以跟我跑出来。你又来劝我投靠你们。明日你就离开，不要待在流波山了，否则，玄火剑在鬼王宗手上，上官策拿不到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迟早会回来找你麻烦的。他们要找，就来找我，我是绝不会让我师父担责的。还有，青云是我的家，我绝对不会离开师门。那就随便你吧。总之我已经提醒过你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你不要再纠缠碧瑶了。你放心，为了保全碧瑶的性命，我不会再纠缠她了。为了碧瑶，此话怎讲？你跟鬼王说，让他保护好碧瑶。等等，你怎么会知道是我？这下，你总算可以放心了吧？青龙大哥不会杀张小凡，那你呢？你不想看看正道那些人，最后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的样子吗？我才没有你那个心思，也没有那个时间。你嘴硬，心却是软的。你从小被鬼王保护得太好了，不知道这世上有些人，心肠比野兽更毒。他们要是抓了你，可不会像你这么网开一面。所以呢？你以为你这么说，我就会嫁给你吗？说实话，我也不想娶你。那你在我爹面前说那些干什么？我只是不想娶你，但是我并不介意娶你。你觉得你跟张小凡之间是真爱吗？你看看他，说走就走。你再看看你自己，你觉得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信念，轮不到你在这说。我劝你最好赶紧跟我爹说清楚，否则我就……你就如何？杀了我？我说过，想看看你跟张小凡究竟能走到哪一步。正魔之间横亘了一道天堑，而你我之间似乎没有。你猜，如果张小凡知道你要嫁给我，他将如何呢？我不会让你看到那一天的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尽
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几朵，谈昨日怎么